我有時間就會帶小朋友嚟呢度，每次嚟到佢都唔捨得走啊。呢度啲設施都幾好，令我哋慢慢改變咗一啲生活習慣，好似用飄書櫃咁樣，唔單止可以延續書本嘅價值，仲令到個女學識咗分享佢嘅快樂。呢度嘅廚餘管理系統好完善嘅，幫我哋輕鬆咁回收廚餘，並且將佢哋轉化成為堆肥或者能源，為減少對環境嘅負擔出一分力。識食唔淨止係一個行動，仲係一種教育，提醒多啲人去關注食物浪費，學識點樣去珍惜同埋分享。呢個商場嘅配套，方便咗我哋喺社區做食物回收同埋再分配，唔單止減少咗食物浪費，仲為更多有需要嘅人提供實際嘅支持。為咗方便住喺呢度嘅居民實踐循環減廢嘅生活，我哋會積極推動減廢啦、資源重用同埋廢物回收，希望可以盡量延長資源嘅生命週期。